嘉义市教育处最近邀请台湾的新创教育团队举办2天的造反教育节，那伫新丰庙的庙埕举办论坛甲展览，也甲补习班变作是车字店甲夜店，希望这教育咧会当打破空间甲主题限制。车字的师傅来到补习班内底，教民众体验车字，嘛顺续了解车字的文化甲知识。这是嘉义市举办的造反教育节，希望教育内容不是干那存在伫课本内底。其实这样子的文化其实是有好的地方，然后而不是刻板印象，然后来导致他有一些错误的想象这样子。看了之后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，跟不一样的教育的理念会从这边产生。除了暗时的社会体验课程，这个造反教育节，日时嘛伫嘉义新丰庙的庙埕举办论坛甲展览，配合4个主题，计共33个团队，分别伫6个所在拢有相关活动。这个城隍庙，一个300多年的古迹，它就是一个以前教育最好的场所。就是大家来这边是交流、交换，还有视野各方面世界观都在这边成立的。最主要是希望孩子能够多元的学习，然后让整个的学习的过程能够让孩子能够有更新的一个体悟。以后要学习的东西，可以在这边先学习一下。对啊，其实不会造反啦，是算是学习的一种啊。这个造反教育节是嘉义市头摆举办的活动，活动邀请学校团体或者是个人分享新的教育方式。嘉义市教育处表示，希望会当向家长甲学校推广教育就是生活，学校就是社会的教育理念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